星爺變古人 ，DSE 考生創意爆燈。古語有云：做人如果冇夢想，同條鹹魚有咩分別啊？冇夢想同鹹魚冇分別，唔止星爺啊，好多古人都講過啦。嗱，好似諸葛亮，人無怨與鹹魚何異？愛因斯坦 ，John Lennon， 美姐，保證你同鹹魚冇分別啊！仲有佢冇夢想同我冇分別。嗱，古語有云：上高登勿認真啊！以上純屬巴打門惡搞嘅啫。但係星爺變古人就堅過石堅啦，仲係嚟自應屆 DSE 考生嘅創意添喎。話說文憑試考試報告啱啱出爐，7.8萬人考嘅中文科有52% 嘅人考到入 U 最低要求嘅3級，卷一閱讀能力就搞唔掂啦，90分滿分，學生平均得30.7分，合格都爭好遠啊。不過最經典都莫過於有考生喺卷5綜合能力引用星爺呢句名句，最後咪引用失當咯。你識條春咩？考試都幾盞鬼㗎，有考生話因為孔子曾經讓梨，所以建議邀請孔子嚟講書。巴打，我留意咗你好耐，你真係好幽默。英文科仲衰，7.9萬人得49% 嘅人有第3級，串錯字事少 ，present tense 都搞錯 ，listening 平均分數仲淨係得46%。但係通識科就唔怪得考生啦，份卷今年就出6-4，保釣陣災。問學生係乜嘢因素驅使港人參與國家大事？水貨樓會邊度分貨口？好多考生就乘機抒發感情，搭光復上水啊、雙飛行乃令等等。咁點先拎到高分？報告話搭到上海世博、神舟升空嗰啲啦。不解釋啦。預約堂重組 CS 科連續5年全港銷量No.1，仲有浸大中醫藥研究所初步雙臨床認證。預約堂。